大家好，歡迎翻到嚟曼聯花生台，繼續有我水哥喺度講波。好啦，咁啊，首先要恭喜翻呢今季咧離開咗曼聯轉投拿波利嘅麥湯先。佢哋隊波咧拿波利喺尋晚咧最後一輪咧意甲比賽咧就順利贏波，最後咧就要1分嘅差距力壓呢國際米蘭奪得咧今季意甲冠軍。而且更加勁嘅係咧，麥湯咧隨即咧都確定當選埋今季意甲最佳球員啦。講緊咧就係成個意甲被評為咧今季表現最好嘅一個球員啊！咁啊真係非常勁嚇。嗱，見咧麥湯咧而家咧咁好，我嘅心情咧就係一方面咧當然就係一定戥佢開心先啦，但同時咧對比翻曼聯嘅現況，我哋隊波嘅成個氣氛咧咁啊真係。其實都唔止麥湯噶啦，仲有咧安東尼咧，尋晚又係再入波喎，已經咧就幫咗佢哋隊波咧貝力斯下季咧拎翻歐霸嘅資格。另外咧仲有就係嚟緊歐協決賽咧，仲可以揸埋冠軍添。咁啊係啦，兩位分別咧之前喺曼聯嘅失意球員，麥湯咧之前始終咧冇喺曼聯度爭到正選位，亦大部分時間咧即係安排佢打防中，冇善用到同埋充分發揮佢後上入波能力。去到而家啦，喺拿波利咧大放異彩。而安東尼就由極高身價咧嚟到曼聯之後咧就淪為笑柄，再到咧而家借翻出去貝利斯，亦都翻晒身，好似真係好相當一部分係前曼聯球員嚇，出到去咧都係揾到一片新天地，同埋證明到翻自己。而最新啦，引用翻去今次條片呢個主題，就係今季咧喺曼聯表現令人失望嘅前鋒海倫，據傳而家咧就係俾幾支意甲嘅前列球隊咧就及到實。目前啦，喺曼聯入球波都難嘅海倫咧，竟然咧會受到咁多注目，咁多球會想要佢喎。咁啊，唔通而家出邊真係興專揾翻我哋曼聯嘅失意球員出去大翻身？嗱，首先咧呢度咧先講翻呢關於海倫嘅最新轉會傳聞啊。嗱，曼聯咧好明顯今個夏天咧一定咧就會喺轉會市場度專門咧就針對攻擊線咧就會去大手買人㗎啦。今季呢個咁失敗嘅球季，其中一個最大嘅問題咧一定係前線入波能力不足。咁而家曼聯傾緊嘅球員咧就有打10號位嘅古夏，盛傳咧佢離登雕咧只係一步之遙。而葉少域治嘅前鋒戴立亦都已經有同曼聯嘅代表咧進行面對面嘅會談。仲有咧約基利斯啦，繼續都係曼聯咧仍然非常有興趣，據傳咧一直未放棄嘅目標嚟，即係咧都幾乎可以預見傾緊咁多前線買人。咁啊，目前陣中表現不佳嘅海倫咧，夏天係有相當嘅可能性咧就會被借走甚至係賣走。嗱，而家最新啦 Romano 咧有報翻咧關於海倫嘅最新情況，係指咧海倫咧就受到好幾間嘅意甲前列球隊嘅青睞。之前都已經講錯啦，包括祖雲達斯同埋拿波里，早前咧就已經有將咧海倫咧列咗入 shortlist 之內。而最新咧連國際米蘭都話有興趣，亦都有將佢咧視為夏天嘅轉會目標之一。咁啊係啦，拿波里就係今季嘅意甲冠軍，國際米蘭咧就今季排第2，而祖雲達斯咧今季咧就差咗啲嘅，但都講緊咧喺意甲咧排緊第4。即係意甲嘅前列 Top 4之中啦，有3隊啊，據傳咧都係想要海倫，係咪有啲鼓勵唔到咧？嗱，而家咧就係睇翻曼聯嘅取態啦，而相信咧以英力士而家嘅作風啦，我估咧可能咧就都要等埋呢確定埋前鋒9號位，確定傾好買到新人先啦，一出一入咧先會俾海倫出去嘅。咁啊，另外咧有另一篇報道咧，我就睇到曼聯咧或者咧就考慮咧將海倫嘅定價咧就價位咧定為50至到55M歐元。而祖雲達斯睇中佢嘅原因咧，部分咧就係因為海倫相對人工水平咧就會較為低啲。咁我睇到呢個價啦，其實好老實講啦，都懷疑係咪真係會放到呢？喂，呢度俾大家睇翻海倫咧過去1年嘅數據統計啦，講真都幾慘不忍睹嚇。咁多項數值之中，海倫咧對比5大聯賽其他前鋒嚟講啦，係只有傳波嘅準程度係見得人嘅啫，其他所有數值都幾乎咧就係低過平均值。甚至喺射門次數上啦，喺前鋒位嚟講，處於5大聯賽最低嘅10% 嗰個水平，即係其他前鋒90%嘅射門咧都會比佢多嘅。咁啊係啦，呢個表現你仲話佢股價咧要成50至到50M歐元，仲要又真係有幾隊意甲前列隊咧有興趣，咁啊真係除咗係博曼聯失意球員大翻身呢個理由之外咧，我就睇唔到咧海倫咧仲值咁多錢啦。我自己係曼迷咧都係咁話，都係有嗰句講嗰句嚇。嗱，不過阿摩連咧喺季尾嘅呢排，其實好多時候咧都俾記者咧追住問呢曼聯嘅入波問題，而阿摩連每次答咧都係護住海倫嘅，咁我就唔知道佢係真心覺得海倫嘅問題更多係關於球隊嘅整體問題啊，定係咧只係純粹公關層面上咧俾翻少少面咧俾阿海倫啦。而我都有睇過報道係話咧，話曼聯其實就仲未最終決定要放海倫嚇。同埋咧諗翻意甲球隊咧想要海倫，或者可能咧仲有另外一個理由咧，就可能係海倫咧雖然喺曼聯踢英超度咧好唔掂，但其實喺歐洲賽仍然咧都仲有一定表現嚇。
對住歐洲其他聯賽球隊啦，明顯咧就係啱踢啲嘅。上季喺歐聯分組賽，海倫其實咧就係6場咧入到5球，而今季歐霸咧曼聯一路打到決賽啦。咁海倫咧期間呢15場歐霸啦，都係入到咧5球嘅。咁啊計翻歐洲賽入波率咧就係 OK 嘅，可能呢點啊都係咧意甲球隊睇中咧想買佢翻去意甲嘅原因。咁啊當然仲有啦，海倫喺早2年咧本身咧就喺意甲度亞特蘭大度買翻嚟，咁啊所有意甲球隊咧嘅球探本身咧應該咧就已經有晒海倫嘅資料嘅，已經知道晒呢佢個底，咁啊都有關係。係啦，即管就繼續睇下海倫夏天咧係咪會借或者賣翻去意甲啦。而要睇睇咧，會唔會又係另一個出走曼聯之後咧表現翻身嘅故事？嗱，講翻，其實睇個片咧，大家咧就可能會覺得我追住海倫鬧啦。咁啊，其實我不嬲都係只係 base on 咧表現去講嘅，即係我自己。如果睇到一個咧唔啱曼聯嘅球員，佢出到去可以翻身嘅話咧，我都係會戥佢高興。正如安東尼咧都係一樣。海倫咧努力就係努力啊，但要我形容嘅話，佢喺曼聯度踢英超咧就好似一頭蠻牛咁，或者轉翻個啱佢踢嘅環境，可能真係表現好翻都未定。而呢度就講埋啦，意甲隊咧唔好又諗縮數嚇，好似祖雲達斯嗰啲嘅 offer 咧，次次都係揾笨嘅。要借或者要買海倫嘅話，唔該咧就俾翻個似一啲嘅合理嘅 offer 嚟。頭先講咧有傳咧股價咧就50至到55M 啦，我估咧就難啲嘅，但30至到35M 咁上下應該點都有啩。咁啊就睇睇嚟緊下窗咧會點樣發展啦。跟住就繼續 follow up 埋呢關於尋日條片，包括咧般奴同埋加拿祖可能嘅轉會傳聞啦。嗱，般奴方面再有指咧沙特嘅希拉爾咧就係禮真，想用咧100M 嘅轉會費，兼俾到般奴咧70萬英鎊周薪嘅天價人工，即係比佢現時喺曼聯嘅人工咧雙倍有多。兼夾啦，再整多一筆過嘅非常巨額嘅簽字費連獎金，1年多達65M 嘅金額，想買般奴過去。咁啊，如果係堅嘅話，就係一個咧非常誇張嘅 offer 嚇。咁我睇尋日咧，大家嘅 comment 都睇咧，大家咧取態咧兩邊都有㗎啦，有支持話留般奴嘅，都有支持咧賣般奴嘅。其實諗真啲咧，都真係兩邊咧各有利弊，兩邊咧都各自有各自講得通嘅理由嘅。咁曼聯方面點睇咧？而家就係關鍵啦。般奴就已經開咗口，曼聯想留佢咧，佢就會留；而曼聯想放嘅話咧，佢亦會接受。嗱，個人自己嘅立場咧就繼續，我仍然咧都係不變嘅，我會傾向咧留般奴喺重建期之中咧繼續由佢撐住曼聯先。咁我都係嗰句啦，冇埋般奴嘅話，如果接手嘅新球員又係靠唔住嘅話咧，曼聯隨時下季咧真係降班都有可能喎。呢個咧就唔係天方夜譚。而家咧都唔係打機，唔係話衰咗嘅話咧就可以撈翻個 save 咧重新嚟過，咁啊冇得咁樣搏法嘅。般奴啦係曼聯咧最後一個咧撐住隊波嘅最核心主將嚟，俾我決定嘅話咧，我咧就係唔會放。至於加拿祖咧就嗱，目前情況咧就比般奴咧近似更大機會離隊嘅。Romano 咧最新有再報啦，曼聯啱嘅話就可以傾，有相當大機會咧就夏天離隊。而另外都有傳加拿祖咧就指示咗經理人嗰邊啦。佢接洽咧潛在有興趣又有歐聯資格球隊嚇，咁啊睇落啦，加拿祖咧就越嚟越似真係會離隊。而曼聯下一季成條中前場線咧，而家咧就有可能大換血咁滯。咁啊，關於轉會消息啦，我會繼續咧同大家密切跟進。好啦，今次咧就講住咁多先。想支持我嘅話，就可以加入 Patreon 做會員，或者 join 翻呢個 YouTube 會員都得嘅。感謝支持先。好，我哋下條片再見。